都说5亿半年出来一次，一次就要笑半年。平时开口不是在闯祸，就是在闯祸的路上。哎，我突然发现长得像一个人。王子吗？不是，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反正年龄不小了。哦，这样也好看，端庄。对，又端又庄。五一哥，你怎么今天端庄。我发现你这里的衣服都好廉价。不，好平价。对，平价嘞。对。万万没想到，私底下他还是好朋友认证的和声大师。饭吃到一半，就突然 Q 到和声。他是和声大师，我唱什么歌他都可以和声。你别，比如说我现在直接一张口，他就可以。为你写诗，为你静止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。Oh my god！ 你怎么突然 Q 我这个？好猛哦！哎呀，完全没有彩排过，张嘴就来。